家喺路口岸接齊39位香港團友出發台山頂車嘅溫泉怡和溫泉食宵夜雞。中午12點到達餐廳食飯，有水鴨湯、鴨嘴魚兩食，仲有七彩撈雞，仲有幾款農家小炒俾到大家食。食完飯到達台山嘅昌大昌廣場，入邊仲有大型嘅超市，行街食嘢一站式搞掂。中午3點半未到啊，我哋就入住台山嘅溫泉酒店，仲有下午茶飲啊。所有嘅房間啊都係入住一房一廳帶泡池嘅房間嚟㗎。酒店房間全部都係新裝修過嚟，睇落去乾淨衛生，而且行到陽台仲帶獨立嘅泡池。喺房間浸完溫泉啊，我哋晚黑6點鐘食晚餐，有農家雞、滷水拼盤、酸菜炆豬肉同埋各種特色嘅小炒。食完飯啊，再嚟到公共浴場呢度浸溫泉啊，50幾個珍稀溫泉等住大家嚟探索㗎。浸完靚靚嘅溫泉啊，返到房間又有宵夜食啦。而家晚黑嘅9點半啊，我哋而家拉咗成車嘅雞嚟送俾客人食。泥會雞新鮮熱辣鮮嫩多汁啊，成隻髀扯落嚟，哇！你睇下肉質幾嫩，一啖咬落去嘅話，鮮嫩多汁，話從喉嚨啊。另外我哋旅遊團仲有蝦醬同埋台山大米送俾大家㗎，係咪好想嚟呢？